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 WCGHK 香港黃金交易所12號韓元特約嘅理財先機啊！咁今日咧好高興，唔使我多介紹啦，就邀請到股壇大細佬郭思治。唔係好大隻咋？我見過阿比比咧，有時 show 過你啲相上網咧，都係見到你8嚿朱古力嘅喎。哦，冇，嗰啲 key 落去嘅 AI 嘅效果嚟嘅。吉卜力風係嘛？而家咁冇錯，即係郭 Sir 都講得好啱。而家 AI 咧真係咧唔使真人喺度噶啦，而家咧直情係可以用 AI 去取代一啲嘅譬如我哋錄影啊、視像啊，其實可以好多都係咧用一啲 AI 人去取代晒。咁啊介紹一下我哋嘅節目啦。咁其實咧 WCG 咧可以話係即係喺香港咧都樹立咗好多年噶啦。咁其實最近咧都可以話喺投資市場咧風高浪急。不過咧最緊要咧都係要令到自己嘅資金安全啦。咁再好嘅技術咧都要真係咧賺得到、袋得到都係自己嘅。咁 WCG 香港咧就植根喺即係我哋香港10週年噶啦。咁亦都係持有我哋黃金交易所12號韓元同埋香港海關 A 類牌照，政府認可嘅雙牌照監管。咁我哋咧喺我哋嘅網台都有個特別嘅活動嘅。咁大家咧都可以喺下面嘅連結咧去點擊就可以開戶啦。黃金交易咧每手咧低差咧至到0.35美元，開戶咧就會即刻送大家100美金嘅信用額咧俾大家去試下嘅。咁啊，今日咧就邀請到郭 Sir 咧，都梗係要同郭 Sir 傾下偈啦。投資市場咧最緊要係穩定，大家穩定當中咧先至會願意作一啲中長線嘅投資噶嘛。咁你經濟越係不明，事件越係一路糾纏落去，資金越係咧係保守噶嘛，都唔知你搞乜鬼，咪唔喐住咯。所以點解早前啲金炒到上3500蚊啦？市場避險啊嘛，啲資金咪湧晒落去金度咯。金唔係由2800、2900突破咗3000，一條氣上到3500蚊啦。不過上到3500蚊出現回吐啫嘛。你局勢真係咁樣嘛？你政治越係不明嘅，咁嗱資金咪越係避險。而家環球嘅資金避險咧，就係去黃金噶啦。嗱，大家記得啦。1年前咧，啲資金咪高度集中係Bitcoin啊，10萬蚊一個噶。但係後期Bitcoin出現回吐啦，嗰啲我唔講啦。之後咧開始有啲政治不穩啊、避險嘅情緒再度升溫嘅時間咧，啲錢咧開始就係流入黃金度啦。事實上，央行咧亦都係不斷增持黃金㗎，做一個儲備㗎，因為自己印鈔印咗咁多，自己都覺得咧都係需要揸多啲貴金屬。所以金價嗰個升潮咧，係未完㗎，未完結。中期未完，絕對未完。我睇冇錯，即係你見到個上升軌道，仲要係向上再突破啦咁樣。咁其實我覺得咧，我咁啱得咁巧，我哋呢個贊助商即係WCG 咧，一贊助我哋個節目咧，就見到個金價由3月開始係升到而家都係未停過。咁大家即係雖然有回吐啦中間，咁但係即係都係學阿郭 Sir 話齋啦，即係中長期嘅升勢依然係未完結嘅。咁大家都可以不妨留意下黃金啦。咁WCG 喺我哋下面呢個開戶連結咧，就俾咗大家可以喺 description 嗰度撳落去睇下。